师父来告诉大家，佛说世间上有4项不可得，你想要如愿，希望达成你的想法能够吉祥如意，有4种事情是不可得的，你怎么样都得不到这4样事情。什么？第一件事情，永远青春不可得，你要永远年轻，不可得的了。脸皮我永远不要皱皱的，我希望很漂亮的，庄庄严严的，各位对不对？不可能的。你到一个岁数，它自然就皱了，脸皮就皱皱的，老化了。你要想永远青春，不可得。以前师父也很年轻啊，身强力壮的，但是今天到现在走到这种地步，我什么都不敢说，我们不敢跟别人比较啊。在年轻人的面前，我们只有低头。你们赢啊，你们赢，我们输哈。我们什么都不要计较，所以一个年轻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照顾身体，不要糟蹋自己的生命。你要永远健康，不可得啊！你要永远健康吗？不可得，会生病嘛，对不对？神魂颠倒的，精神不济啊，脚酸啊，心脏负荷啊，头晕脑胀的啊。为什么？佛告诉你，身体是无常的东西吧？你要永远保持那种最佳的状态。很难啊，是不可得的啊，知道吗？第3个，永远富有不可得啊！你要永远都觉得你很有财富，你很有钱，各位不可得的，因为这也是无常的东西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就没有了，来来去去，像海浪一样，一浪冲一浪，有一天你就会知道了。你说我拥有很多，你一直这么贪取，那个是凡夫众生的心态。凡夫的想念就是希望积极，越积越多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假的啊。一旦如果一口气上不来，你就走了，谁是你的呢？你所爱的、所贪求的、所占有的东西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。我们来空空，去空空啊，死后何曾在手中啊？哪一样是你的？你能带走吗？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知道你要永远的富有，这是不可得的。所以你利用你现在拥有的条件，我有这个能耐，我尽量帮助别人。一个人从来都不付出，到时候你需要什么，没有人跟你相挺啊，不会回馈到你身上的。我们那个大觉法师叫觉空法师。97岁，他理头发经常一撮一撮的，理不干净。他是我的弟子啊，我不忍心啊，我就帮他剃。剃完了，我就闻到他身上都是一种汗臭味。我说你几天没洗澡了？1个礼拜啊！哎呀，我说来，师父帮你洗。97岁的老人家，师父帮他洗澡。我们愿意付出，知道吗？而不是好像漠不关心的。把事情都置身度外，跟你们生活这么长久时间，你连一点怜悯心都没有。他年纪那么大了，你为什么都不给他同情，给他照顾一下？人一点施舍的心都没有，那这个修行就彻底的失败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啊！你富有，你应该要好好的去做布施的工作，有施才有得啊！种了善的因，你才得到善的种子。永远住世不可得，你要永远留在世间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连佛陀这么伟大，神通这么广大，最后他照样涅槃了。所以各位，你有生老病死啊，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了。我们一定要了解，佛告诉我们，你想要永远留在世间，这是不可得的。我们就由这几项呢，深切的去体悟，我们人啊，不要太多计较，不要太多贪求，一切都要看破，要放下。这样你的心态上才会健康，才会幸福，才会快乐。我们简单几句话来跟各位报告，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